家好，咁今日就要教大家將 Galaxy Note 係 root 機嘅。咁首先你嘅 Galaxy Note 係需要升級到 Android 4.0.4嘅。咁而家就喺我哋網站度下載翻呢兩個檔案，一個係 CWM， 一個就係 SUBC Box Installer。咁而家就將你嘅手機連接電腦。連接電腦之後，就將兩個下載咗嘅檔案放入去你手機嘅 SD 卡裏邊。咁放咗入去之後，就可以將部手機完全熄機先。完全熄機之後，就撳實音量加、Home鍵同埋 Power 鍵嚟進入 Samsung 官方嘅 Recovery。進入咗呢個畫面之後，就選擇裏面嘅第二個，咁就用電源鍵嚟進行確認嘅。咁選擇第二個，然後再揀返預先放咗落去嘅 CWM。入到嚟呢個 CWM 嘅 Recovery 之後呢，就選擇返 Install Zip from SD 卡，即係第二個。咁就再選擇返 Choose Zip from SD 卡，咁就即係裏邊嘅第一個。咁你就可以揾返你下載咗並且放咗落手機嘅 SUBC Box Installer。咁我哋就安裝佢。安裝完成之後，就返到去 CWM Recovery 嘅主頁。咁就可以選擇第一個 Reboot System Now， 咁即係重新開機啦。咁你呢個 Galaxy Note root 咗機之後呢，就唔會出現黃三角嘅。咁而家就去返應用程式嗰度。咁如果大家見到呢一個 Super User 嘅話，就代表你嘅手機已經係成功root咗機㗎啦。咁今日嘅教學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